讲袂记一个，好来，囡仔兄、囡仔姊，今仔日真欢喜，欢喜欢喜真欢喜，要对老师学台语，好赞吼！来，最近吼，咱台南的时阵吼，吼一只蠓仔吼，安尼不干呐，叫做要变皮啦，对不对？吼，这只泰戈蠓，足生气，有无？好。啊，简上林老师有写一首吼热天的梦啊，老师顶礼拜已经有甲即个歌词甲恁教过啊，对不对？吼，啊，老师今仔日要佮教恁吼跳舞的即个部分吼，咱家己，尤其即个舞吼是咱安业国小的囡仔编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嘿，因为即个舞是安业国小的4年含3年的囡仔做伙来编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编上介济就是4年的囡仔上介济，对不对？吼，就是恁提议讲老师咱甲伊编做舞的，对不对？来。即摆老师念一遍，你对我念一遍哦。热天的梦啊，热天的梦啊，梦啊真厉害，梦啊真厉害，飞到东啊飞到西，飞到东啊飞到西，当时要来咱唔知，当时要来咱唔知，咱若要困伊就来，来一遍，咱若要困伊就来，啊注意哦。顶脚顶手，顶脚顶手，大位伊拢爱。来，就到位哦！你已经老师顶礼拜甲恁拢已经记起来啊你。哎哟，安尼互恁念，老师快念，快来，来，热天的梦啊，请准备。梦啊真厉害，飞到东，飞到西，当时要来咱唔知，咱若要困伊就来，顶脚顶手到位拢爱，一摆教了搁一摆，拢总已经教3摆，拜托你莫搁再来。这厉害，你今拢会晓啊！来，大家请爬起，来，安尼，咱来用肉声唱一届看卖吼，来，头前的吼，来，你较头前啊，后壁来，后壁头前来，咱来徛好哈，来，头前的徛伫头前，来，后壁的徛伫遐头第2排，来，第2排，好来。那你坐哪里知道我在你后面。注意听哦，来，即摆老师吼，除了甲你教这首歌了后，你爱注意听咯，听老师吼甲你讲的吼，因为梦啊，伊有一个病，叫做啥物病？登革热吼。啊，老师头段临时咧想讲，有人甲我问讲吼，老师，登革热的小孩子，对不对？他的 baby 叫做什么？对不对？就是他的什么？哦，就是他的幼虫，来叫做什么？孑孓，啊，不是解决哦，哈，啊来，伊的台语叫做水粗，啊，孑孓的幼虫叫做水粗，好来，即摆老师吼，下头段吼，感觉讲我现头段吼，你爱个用一个教材吼，就写这个吼来，即摆老师念一遍，你对我念一遍吼。天高热，啊，登革热，害咱真烦恼。咁对啊？对吼，这个敢是害？哦，爱讲互咱真烦恼。你都无注意看吼，来注意看老师有甲你讲，你来学台语的用词对不对？互咱真烦恼，害人看病命失落，甲梦啊赶走上介好。来，即摆老师咧讲天，天高热的时阵吼，啊，只咱互恁念哦，好不好？好来，天高热，互咱真烦恼，害咱看病命失落，甲咱赶走上介好。来个一遍哦，甲梦啊赶走上介好。来，咱即摆来教迄个动作吼，佮教老师咧教你吼，啊，咱用肉声唱吼，啊，咱对老师来听吼，来，大家注意哦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梦啊真厉害，飞到东，飞到西，当时
莫搁再来。噔噔噔噔噔。哦，咱的音乐甲调落去哦。好来，来这边，即摆来要甲恁翕哦。嘿，梦啊梦啊真厉害，飞到东，飞到西，当时要来咱不知，咱若要困伊就来，顶脚顶手到位拢来，一摆甲了搁一摆，当作已经过沙底，拜托你莫搁再来。登高了，敢来叫较紧走。来，咱来讲。